預備，願迎面跌下來。從天降人間的鑰匙，開啟情深的故事。夢想何時碰見，是你我沒法知。時機到，誰管早或遲，誰去降下意旨？很在意，不在意，只有等上帝喜歡那一次。來到的便會來，情侶是無數的意外，集一起至存在。天降人間的鑰匙，開啟情深的故事。夢想何時碰見，是你我沒法知。時機到，誰管早或遲，誰去降下意旨？很在意，不在意，只有